法务部提出民法的亲子听解权修正草案，也毋过民间团体是认为讲，政府应该着爱提出配套的办法，强化亲子教育，协助父母甲囡仔共同成长。 囡仔摕伫大人的骹腿，看起来亲子关系真好。测试儿童节，台湾亲子共学教育促进会伫立法院头前召开记者会，针对法务部提出民法第1085条的修正草案，要甲家长会当顶解囡仔的规定提掉，因表示支持。小孩发展阶段，声音大声一点。就有些人其实在捷运上讲话也很大声，或看影片很大声，但是他们都是会。 对小孩比较会有那种不一样的眼光，家长真的需要去脑力激荡，去尝试不一样的方式，然后去跟孩子试着去沟通，不一定会马上找到最好、最正确的方式。他们认为就是要好好控管情绪，其实是很困难的。再来就是常常感觉没有办法，社会上跟他周遭的亲友其实都。 会认为他没有打骂小孩的话，就好像没有教，就被冠上恐龙家长。民间团体也调查200多个教育囡仔无骂无拍的家长，结果发现，侪家长认为，虽然管教囡仔较了时间，但是亲子关系会较好，囡仔也较有同理心，较有自信甲勇气等等。我们的品格教育不是教我们，无论如何。 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都不可以动手。我就是动手打你、骂你、处罚你，然后教你不可以去外面动手打人。你是看到这样其中的矛盾了吗？民间团体嘛建议修法要有配套措施，希望会使伫社区当中、家长囡仔定期的所在提供亲子教育、咨询等等服务，对家长执行无拍无骂的教育来讲，也是一种帮助。记者郭文林、玉凯台北报道。